的瑜伽都会有哦。这就是咱上课的这个课程哦，有运动较健康啦吼。啊，你看咱的课程就较条体会班的内容较无同款，体会班的内容伊是较静态的道理的意思。啊，你看咱就是咱的请的咱专业老师，这个专业老师是杨怀民，咱有听过舞团有无？内面的成员哦，都专业的哦，不是轻踩起来哦吼。他教导的这些课程啊，它都是有很有专业性的逻辑，慢慢以这个冥想引导到咱高道的连接，让心会静下来吼。还是这是咱小天使班吼，小天使班，咱就来比如讲，教伊先读经，先静落来，啊读经会当静落来了，咱还阁有法度来跟他们做游戏，吼，这是一个平衡，这是伫咱的儿童健康心理学里面哦，学会平衡，所以有静的、有动的，会甲带去外学日头哦，坐飞机。其实囡仔伫遮吼，咱拢莫讲想讲囡仔出来拢坐入去，囡仔有动的、有静的，对咱的活动、对咱的身心，小朋友来到道场，其实是非常的健康、活泼、可爱的吼，咱锻就他们的身心灵。啊，这节课呢，这是咱的国小老师。我们的福利新会班的师资其实都是还蛮专业的哈，而且这个是老师的部分啊，他们都会比较引导，让大家可以理解这一堂课的使用。啊，这个可是三宝哈，要让真正的三宝，然后借由三宝的作息调整，让大家可以知道自己的这一个练习三宝修持有没有做到比较不标准的呢？小天使班咱看的拢是家己做的哦，自己做的作品哦。啊，这么小的小朋友，他们都自己可以自成一格哈，伊拢家己的手艺哦，展现他们的手艺。啊，这有实作吼，大家知影讲要哪吃会当排毒，要哪吃会当知影像即摆啊，即摆议题啊，什么重金属中毒啦，即摆什么走皮神经毒，这即摆一下拢是歹解决的，但是咱就开这个课，要哪有重金属。让排除咱的辛苦哈，这个课程都是很不错的。这些啊，这个来说，爱盖小简单的交通指挥也是默默在后面哈。各位浅显，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投入我们的志工行列哦。我们有很多志工在背后默默的执行着。你像知影先定好想要去买嘛，看咱浅显有没有靠交通指挥，哦，这个都要需要大家共同来参与，才有办法帮办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还有文理人才啊，在这里成真啊，大家可以来多学文理哈。你知道吗？你上台当文理人员到跑一圈，你代表就是先锋，你代表的是我们的文法语组跟武法语组，叫做文武双全哦。所以各位前贤，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幕后前贤，这些幕后前贤来帮办这一场，请大家给一个掌声，给我们的天厨、交通、文理，还有所有的帮办前贤来谢谢大家的务实，谢谢大家的付出。那当然了，我们目前虽然人在国外，我们是不是也掌声谢谢感恩我们的爱想大家长目前人，谢谢。最后我们还要再借大家的手再感恩啊！虽然我们现场只有真的是在